静咱的心，互咱的心安静，献互咱的主。好，即时咱要来吟信诗第3首。587首，咱来唱第1节甲第2节。我不知明天会怎样，主带路。 是主黑暗黑长，对将来我充满望，主保守你较稳当，我甲你甲主同脚步，伊在我头前路途。 最属明你的灵高，最属我的明了。我亲在主掌管命令，依靠我一路行头。好，这时咱搁来吟第3首，184首。 上帝疼痛那会夜大，欢喜是落我，经我秘密小可的人，我甲伊共我，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那亲像我靠会伫保守。 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会保守伫到伊里。耶稣稳定那的热情，充满伫我心内，因为对亲情经呼应，心为平安主。 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那亲像我靠，会伫保守。
的神，是行神迹的神。我最近就经历了神奇妙的作为，他一动工，我们所行的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让我们带着信心来敬拜他，来仰望他，因为他是为我们施行神迹的主。阿们。这是我们请起立，带着热情，带着信心来敬拜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是行神迹的神，绝望中是小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行神迹的神，绝望中是小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遍遍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成就。哈利路亚！你是行神迹的神。绝望中是小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再次宣告，你是行神迹的神，绝望中是小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遍遍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遍遍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成就。哈利路亚！主要为我们成就一切大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继续在信心里宣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阿们。芥菜种的信心，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 芥菜种的信心，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
督里都是 Amen。哈利路亚，在基督里都是 Amen。哈利路亚，将最大的掌声、最大的荣耀归给我们在他没有难成的事的主。哈利路亚。主耶稣，谢谢你以永远的爱爱我们，以你的慈爱吸引我们。无论我们此刻的境况如何，你的爱从来没有改变。美的宝血为我而流，每个心房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失望羞愧时，你能拥抱着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是叫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不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美的宝血为我而流，每个心房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失望羞愧时。你能拥抱着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是叫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不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何等长阔，何等高深，天地多高，你爱多浩大。无法测度，永远无尽头。我要张开双手来领受，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是叫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不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是叫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不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不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
稣，主耶稣，这时候你与我们同在，你行走在我们当中，你触摸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可以深深的领受到你的爱，因为你是如此的真实，如此的爱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的敬拜，我们要再次经历你那长阔高深的爱，你的爱永不止息，你的恩典天天都是新的。求你这时候将你的这份爱深深的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使我们不再活在那个惧怕的里面，不再活在那个怀疑的里面，不再活在那个定罪的里面，而是知道我们是蒙爱蒙拣选，是被你所赦免的儿女。愿你的平安，那世人不能够夺去的平安，充充满满的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里。也愿你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也愿你的同在天天时刻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阿们，哈利路亚！主耶稣是得胜的，是荣耀的，哈利路亚！他爱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请坐下。耶稣讲，在人是袂话，在上帝就毋是安尼，因为在上帝万事拢会。请这大家平安。请起立，咱来上赞咱第一个真神。圣诗第3首，阿伯拉罕的上帝，请起立，用全首。耶
谢。请大家闭班心，压头来祈祷。慈悲听阮的阿爸爸上帝，你是全能的神，荣耀的君王。耶和华是阮的救主，阮的石盘，是阮所倚靠的一切。阮要敬拜阿罗你，主啊，阮是罪人，你赦免阮的罪，为阮你受鞭拍，用你的宝血洗清阮的罪，甚至替阮死，为阮付出代价。你听阮恩典遮尔大，阮实在是袂堪得你的听。主啊，求你随时甲阮同在，引带阮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予阮一生行伫你的道路无偏煞。主啊，阮感谢你，找遣马偕博士来台湾传播福音，建立教会，予阮有机会成做你的囝儿。感谢主，后礼拜阮就要庆祝泸州教会153周年的纪念日。求主，予阮陪伴阮的心，共同互师拍拼。这毋但是欢喜一冬一冬得过的生日，嘛是见证你的恩典。毋望你祝福阮，会当学习马偕温存做工，坚固阮的信心，互阮伫主内彼此相挺，成做你的精兵。伫即个败坏的世代，赶紧传扬你的福音，活出你的见证。主啊，教会当中有侪兄姐身体欠安，无论家庭、工课、学业无顺遂的，也是心内有艰难的兄姐，阮借着祈祷，将一切交托伫主，求你听阮呼求的声，予阮每一位兄姐病痛拢会当得到医治，困难会得到帮赞，心灵得到安慰。伫基督内底，予阮的身心灵拢得到清气甲平安，福气满满。佮保守阮的心灵，赐予阮信心甲力量，予阮倚靠主，赢过撒旦的败坏甲阻碍。主啊，阮是软弱的，但是伫你凡事拢会得成。阮相信主，谦卑顺服，倚靠主。你的恩典就要教阮用，感谢主。礼拜将要开始，求你的圣神降临，借着牧师的讲道，开启阮的心灵。你的圣灵充满阮，运行伫阮的当中，无所不在。愿阮所有的后世，拢有你的恩典甲祝福。感谢主，阮安尼诚心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启应文第30篇，伫圣诗的后壁面。启应文第30篇，诗篇121篇。
我来客兄姐做伙来吟。我抬头看山，我的帮赞对上主来，伊袂互你绊倒，以色列的保护者袂遁面。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你是日头袂伤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你出你入，上主会保护你。敬拜。今仔日所要献的是伫爸的厝内，请。感谢圣歌队美好的歌声，好接咱做伙来做信仰告白，请起立，咱来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请。我是上帝，三年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
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即路玛利亚出世，伫温州以勒岛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被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接着，咱做伙来共读圣经，记载伫创世纪18章第1节到第1节到15节。创世纪18章第1节到15节。我来读，请这主持来听。18章第1节，耶和华伫万里的上处遐，对亚伯拉罕出现。迄时日长热，亚伯拉罕坐伫布边门口。亚伯起来看见三人伫对面伫徛，伊一个看见，就对布边门口走去迎旨因，拍伫地里讲：我的主，我若伫你的面前得到恩典，求你毋通离开奴仆做你去，用阮摕淡薄水，互恁洗骹，请歇困伫树骹。我阁摕淡薄饼，互恁点心，然后进前去，因为恁是为着安尼，才到恁的奴仆遮。因讲，通照你的话去行。亚伯拉罕赶紧入布边见撒拉，讲：你紧紧用3细仔的面粉烂做饼。亚伯拉罕阁走到牛群的所在。牵一只剪阁好的牛仔来，交互奴仆，伊就赶紧去备办。亚伯拉罕阁摕泥油甲奶，甲所备办的牛仔来，摆伫因的面前，家己伫树骹徛伫因的身边，因就食。因甲伊讲：你的某撒拉伫倒落？伊讲伫布片内，因中间一个讲：到期，我的确要阁来你遮。你的某撒拉要生一个囝。撒拉伫后面布片门口伫听。亚伯拉罕甲撒拉年岁已经老，撒拉的月经已经绝。撒拉心内笑，讲：我已经衰老，我的主也老啦。兼也有即号的欢喜。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讲：撒拉为啥思笑？讲：我已经老，果真会生囝吗？兼耶和华有做未来的事吗？到期，明年此时，我要阁来你遮，撒拉要生一个囝。撒拉惊，毋能讲我无笑。迄人讲无影。你实在有笑。以上。今仔日牧师要讲道，伊的题目是在伊减有难成的事，在伊减有难成的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向阮的天父上帝，阮献上感谢，是上帝你的灵拣选阮、帮助阮，互阮平安来到伫主你所设的路就教会。主，当阮要庆祝教会153周年，照过去的例，阮是拄着10年才庆祝一届，总是阮也
感谢上帝，你拣选你的奴仆来到伫罗州教会，而且阮也纪念，就是对起初马介牧师伊安怎伫逐所在传福音，也起造教会。祝福阮搁一摆得到提醒，当阮起造教会大声是对伫上帝你所赏赐耶稣基督主你独一个囝的福音来传扩，来互阮看见上帝你的听伫阮的中间。祝阮也感谢主你所赏赐的恩典，成做阮逐世代的帮赞，互阮经历着上帝你所赐的恩典，互罗州教会众兄弟姊妹也伫中职咧管理到处理教会种种的事务，阮通悠然徛在伫即个所在。主你知影，阮所徛在的所在，拄着真大属灵的征战，也常时阮伫经过153年的中间，阮恳求上帝你继续引带带领，互阮头前的骹步又稳搁在，互阮知影，阮通勇敢、刚强、壮胆来行头前的路。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亲爱的天父，但愿将主你的话来开启，恳求上帝你也开启阮的心神，开启阮的智慧，互阮互讲的甲听的平平得到祝福。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当我咧读神学院的时阵吼，听先辈讲一句俗语啦吼，头过身就过吼。其实这是项即个人生囝吼有关系，因为咱知影吼，当出世迄个婴仔吼，头壳骨是上界定的，对无？啊，出世嘛是爱讲，毋是对骹先出来，是对头先出来。啊，头壳骨上界定，啊，大生去生出来的时阵，若是即个胎儿伊的头会当顺势出来的时阵，后壁身躯就较简单吼。这咱做妈妈拢有即个经验。啊，总是后来也会对着即句话来形容，若人生拄着真大的困难，那亲像惊黄一片，无法度看到尽头的沙漠，也是无看到水源的时阵，当度过遮尔艰难的时阵，咱搬过了后，咱搁活转身倒转来看，看咱的人生，哦，啊，迄个时阵我安怎搬过的？我安怎会当度过迄个难关？敢若迄个时阵毋是靠着我家己咧。当安尼的时阵，咱就会知影讲即句话哦，头过身就过吼。迄就是咱伫人生的经历内底会当体验出来。啊，咱今日来看即个创世纪18章的记载，你讲即个圣经在咧讲起即个亚伯拉罕款待上帝的使者，款待耶和华，甲头过身就过有啥物关系吼？咱爱了解讲，亚伯兰伊伫18章一个记载，伫早前搁较早前的关系，是对亚伯兰改名叫做亚伯拉罕。改即个名，上帝要对伊的名代表做邦国的爸，也对伫守割礼，互伊甲伊所属的囝儿孙，拢会当甲上帝来立约。所以对即个约定，上帝咧持续咧帮赞伫亚伯拉罕，也互伊知影上帝是信实。当到伊100岁的时阵，会有一个囝对伊出，就是伊的太太撒拉，伊要生一个后生以撒。哦，谁人今日圣经15节结束的时阵，迄个天使讲：你确实是笑啊！奇怪，即个对话足奇怪吼。啊，伊就讲我无笑啊，啊，你确实是笑啊。即个对话趣味，但是即个笑就是以撒即个名吼，原文的意义就是讲笑啦吼，喜笑吼。所以以撒即个名是安尼。即款的英文对一般人来讲，
当然笑甲袂动的但是即个笑是啥物？喜笑啦因为较有迄个8、90岁老阿嬷搁咧生囝而且上帝的即个总是上帝的使者安怎回答？伊讲：伫上帝竟有难成的事伫上帝竟有做袂成的事啦，做袂成的事。所以接煞21章的时阵，咱着看到即个事的结局，就是看起来无可能的即个喜事照安尼发生呢。阿伯拉罕可能甲伊共年岁遐个厝边隔壁逐开拢做祖啊也是做太祖总是看到因即个厝边即个甲我共年岁共缘的即马才咧做爸爸所以即个胎儿的出世，对伫食到遮侪岁，佮得到一个后生这看起来敢若无啥可能，但是这是上帝的应允，伊已经成就伫因的心上。所以这搁较要紧，就是照着这位信实的上帝，伊会当超越人的想象来祝福临到伫伊所拣选，也临到伫阿伯拉罕的身上。当人咧备办即个祝福，搁较要紧，就是人会犯罪，常时带着迄个咒诅，也共款要临到。创世纪12章第3节，阿伯拉罕呼召出哈兰的时阵，上帝安尼对伊讲：为着你祝福的，我的确要祝福互伊；咒诅你的，我嘛要咒诅伊。当安尼。咱看地上的万族要因为阿伯拉罕来得到福气。生命记内底，摩西对伫希伯来人宣告这个律法的时阵，伊讲：当我将祝福甲咒诅要清楚伫恁的面前，恁若听上帝的命令，就要得到福气；恁若无听，就要拄着灾厄。恁就将即个祝福的话写伫基利心山，将咒诅的话写伫以巴路山。上帝律法就是当祝福甲咒诅这双明分开即个代志。其实这毋是干那伫创世纪，摩西照安尼传承了后，咱搁看煞接到伫约书亚记8章33节，伊讲以色列众人无论伫本地也是寄居的，也是伫长老、长官甲遮个审判官，因徛伫约柜的双边，光约柜迄个祭司利未人的面前，一半是面对基利心山，一半面对以巴路山，就是对以色列民一边讲祝福，另外一边是咧咒诅，咧讲出即个律法中间。双边无共款的，这是耶和华的罗卜摩西甲因吩咐的，所以照安尼的吩咐，约书亚就照安尼去行。是安怎祝福甲咒诅，伊要分双边，这正做以色列人的传统。咱会当发觉，就是阿伯拉罕，伊对17章，就是侪年前以实玛利大汉，伊。甲伊同族遮囝孙咧行各类的时阵，就知影讲我有一个应允的后生叫做以撒，得要来出世。总是即个传承后事的，毋是对伫伊的罗卜，也毋是对伫夏甲所生的囝，是对伫即个以撒。那到第18章，咱看到即个祝福是对倒会开始。这个祝福伫今日18章就讲将近100岁，阿伯拉罕要得到一个后生，也就是伊的继承人。总是这个祝福伫18章16节了后的记载，咱会当发现上帝的祝福到伫阿伯拉罕的身上，互以撒成做继承人。这咱讲毋是随来的啦。毋是随到伫伊的面前，这需要等待。以撒的出世需要等待。
但是咒诅随时就来咧，咒诅随时就来，因为阿伯拉罕充满诚意吼，哇，迄个要甲伊传食的啦吼，你着看到3细面的面粉，佮包括讲即个幼的即个牛，啊，佮遮个烘牛肉，遮个等等的吼，你甲想看觅啊，迄若3个人咧食吼，应该是食袂了啊，哦，因真夭寿的款吼，迄食到饱的吼，一只牛食到无剩吼，啊，佮挂迄个面所烂做饼吼，迄个饼实在是有够济啦。但是当安尼咧款待伊了后，讲食饱了后，佮安那，佮甲伊送别一路程吼，送别到伫伊讲，哇，你毋好佮甲我送啊，也是讲，即个阿伯拉罕讲啥？讲毋通互我离开你的身躯边啦。奇怪，阿伯拉罕遮好礼吼，遮好礼咧款待人客，但是这就是伫沙漠中间，即个以色列人因的传统，因为因的祖先阿伯拉罕就是安尼好款待，用厚厚的恩典来保守帮赞，伫沙漠所拄着才无容易来到因身躯边。才会因拢称做人客，称做好朋友。总是当安尼咧款待伊了后，咱看到即个款待以后，咒诅随时来到。即个咒诅随时来到，是当阿伯拉罕款待因，所以上帝的使者也发上帝讲，忍不住无愿意无互阿伯拉罕知影，去互阿伯拉罕。即种热情的款待感动啊，感动甲讲，这毋通甲暗藏，毋通无甲阿伯拉罕讲，就是索多玛、蛾摩拉伫咧即个接续18章16节了后咧讲起受遭灭的代志，咒诅也随时要来，所以当安尼看到的时阵，阿伯拉罕随时来主来祈求。其实小常咧讲谈判，小常伊咧讲啥？讲若是有40个义人，了后佫讲35，一直若亲像咱讲化价吼，化悬化价安尼，啊无35好无？啊无30好无？啊无25好无？一直安尼降人数降到剩5个义人，索多玛甲蛾摩拉。即2个城市就无去互火甲硫磺来糟灭，但是减有无？伫即2个城市罪恶满满，无法度超找着5个义人。阿伯拉罕是安怎要安尼甲伊的上帝，若亲像祈求，也是讲谈判，伊是安怎有即个期待？因为伊知影伊的孙仔路得全家。罗德全家还佫伫索多玛迄个城市内底，伊是想讲行过吼，无介远，入去内底，上帝的使者入去内底讲查验啦吼，规个城市查验，毋免甲1礼拜就已经看甲透透。若是讲犯罪的事，迄佫较容易来发觉。咱看圣经就接续咧讲，索多玛迄个城市。是上帝的使者一个入城过暝的时阵，封城的查甫人就咧要求讲，即2个上帝的使者生做极其的俊美啦吼，真俊美的即个上帝的使者，所以封城的查甫人安那，甲罗德因兜的门甲弄互开讲，恁兜迄2个吼出来，互阮甲伊同房。就是发生性关系，所以即个城市犯罪的事项，因的罪孽已经到一个程度，全城的人对伫即个代志，感觉讲我甲伊同房，若亲像甲伊拍招呼安尼啦。遮个事咧发生的时阵，上帝要降临火甲硫磺来消灭即个城市，祝福当咧路的。咧听候，咱知影怀孕生囝，即马即个刹来腹肚都还袂大咧，所以还佫咧听候，
还阁咧落的啊，但是咒诅随要来啊，咒诅随要来啊。所以看到即个代志，对阿伯拉罕来讲，祝福甲咒诅的发生时间点，咱讲其实是对人来讲真无公平啊。像怎咱安尼讲咧，咱通思考，当即个索多玛、蛾摩拉即个城市，咱看到讲头拄仔安尼，因面对着上帝的使者离开，上帝的使者离开，耶和华上帝甲因总共3位，安尼一步一步行往索多玛、蛾摩拉的时阵，圣经18章20伊讲，两个人活转身离开往索多玛，就是上帝的使者去的时阵，耶和华还阁徛伫阿伯拉罕的面前。所以上帝无因为讲阿伯拉罕你足好，甲我款待，哇！你哪会遮尔好款待人客吼？啊无我阁加留几工啊？阿伯拉罕本底嘛足想要安尼啊，因为加留几工啊，伊的孙仔路得伫索多玛，就有时间通好逃走，走灭嘛袂拄着伊。但是即个代志敢有无？因为阿伯拉罕心内所想讲，我会当来互上帝使者，来互上帝的动作较慢咧，延缓上帝他的作为，敢有可能？无可能。款待搁较安怎款待？上帝要爱做的事，犹原照安尼做。祝福需要等待，诅咒却即将来到。这就是人类咧面对着的困境。这也是伫古早到现在，拢有会当来看到发生的一个事实。咱回到即个代志起头的时阵，咱讲祝福还袂临到，但是咒诅随要来啊！即个时间点真无公平，但是出对祝福甲咒诅的源头，其实咱爱有正确的了解。兄弟姊妹，咱对祝福的了解是啥物？咱了解这是凡事正顺时的时阵，理所当然来发生的。所以自然咱会感受讲，这个祝福临到吼，无值得咱来等待啦。但是，当迄种的感觉，就是讲，因为这个祝福是照着人的拍拼，照着安尼来趁着，而且是额外的好处。但是事实上，毋是安尼。阿伯拉罕款待上帝的使者，伫18章第3节，伊讲：我若伫你的面前蒙恩，你就毋通离开哦，毋通离开你的路卜来往头前行。所以看会出来，这个祝福就是伫上帝的面前来得到恩典，得到恩典蒙恩。这个希伯来原文意思讲，就活转身。转眼仰望神，转眼仰望神，所以人会当得到上帝的恩典，领受祝福，是因为上帝的信息、上帝的听来吸引咱，互咱会记得，就爱活转身，注目看上帝。当阿伯拉罕愿意款待上帝的使者甲耶和华上帝，当安尼的时刻，因为上帝留踮遐接受伊的款待。互真有限的人得到上帝的顾念，阿伯拉罕就是对伫安尼的祝福，才会遮明显向上帝祝福着。总是祝福是需要等待，这个关键是在伫人什么时阵愿意活转身来看上帝，恳求上帝伫家己伫上帝面前来得到恩典，也会当讲这个听候。亲像咱参与伫街头，你讲发福音单张、发更新吼，遐个民族冷淡，甲你拒绝遐个人吼，因敢会当将家己歹势啊吼、尴尬啊吼、不好意思吼，咱毋是照着安尼吼，总是一项搁较清楚，就是当因拒绝即个甲因福音的邀请，其实。也是咧拒绝家己会当得到福气蒙恩的机会啦。所以确实咱知影，
即个祝福的时阵、祝福的时机，也是出对上帝的旨意。对安尼，咱看咒诅，创世纪的了解，咱看上帝的旨意执行，也是讲遵守律法，这亲像创世纪安尼咧讲咒诅，总是咱要讲，即个时代有咧改变的时阵，咒诅进入到伫耶稣基督新约的时代，咒诅无共款啊，也就是讲，咱爱对伫咒诅一个基本功，也就是咱人喙所出一切的言语，对安尼会当对咒诅正做祝福，对安尼咱做伙来学习。雅各书第3章第90到18节安尼讲，咱用咱的字来颂赞即位做主、做老爸，敢搁用咱的字来咒诅迄个照伫上帝形象所造的人。即个颂赞甲咒诅是对着共一支喙出来。我的兄弟，这是无应该啊！迄个水泉是对共一个所在出来，发出一个苦的水，甲一个甜的水吗？啊，兄弟，无花果树敢会生柑仔？葡萄树敢会结无花果？咸的水嘛无法度发出甜的水。恁中间啥物人有知识、有智慧，伊就对伫伊的智慧甲温柔，显出伊的好所行。恁的心内若是存着苦毒、怨妒甲纷争，毋通夸口，也毋通讲白贼来抵挡真道，因为即款的智慧毋是对顶面来的，是属地上的，是属伫情欲，是属伫鬼魔。倒位有怨妒、有纷争，就倒位有扰乱甲逐种的无好的事。独独对顶面来的智慧大省是清气，然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做加好的果子，无有偏见，无有假冒伪善，而且互人得到和平，伫人好款待栽种迄个义的果子。祝福是需要等待，但是咒诅嘛，毋是讲咱活当心就随面对会着，因为这一切拢是出对即位疼咱的上帝。所以，当咱愿意将咱的心内迄个苦毒、咒诅、纷争、怨妒放下，将咱的心归向上帝，心存和平、温柔、良顺，满有怜悯的时阵，开始咱会知影讲，迄个时间点发生转变，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当咱看到今日圣经在咧讲18章12节、13节，煞来心内偷偷咧笑讲，我着衰败啊！我的主搁年老啊，他有即个大喜的好消息伫阮的中间咧。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讲：煞来谁仔偷偷咧笑？我已经年老，敢有影会生育即个胎儿吗？咱人的心内咧想讲，迄个代志吼，我袂堪咧。我即摆即个体力吼，家己身体的状况，家己的能力会当达到的事吼。其实咱讲，我无做无落来吼，我无才调吼，家己其实会甲家己限制啦吼，无愿意相信讲我做会到。但是上帝真是知影咱人的心思意念，迄愈来愈无可能发生的代志，但是伫上帝内底，却是伫伊定定的旨意内底。希伯来书11章中间有安尼的记载，讲亚伯拉罕因为信受调的时阵，就遵探命令出去，对将来迄个要得做业的所在，出去的时阵，伊犹阁毋知要去佗。因为信，连撒来家己虽然过了迄个要生育的岁数，犹阁会当怀孕，因为伊对迄个应允知影这是通相信，而且就是亲像一个得要死的人，要生出子孙，哪亲像天顶的星遐尼多，海边的山遮尼无法度算。即句圣经节。
咱会记得讲，上帝使者伫亚伯拉罕面前安尼宣告的时阵，撒来当时抓准讲，这毋是亚伯拉罕伊的年岁已经超过迄个一般生育的年岁，毋是干那安尼哦，是认为讲亚伯拉罕已经得要死啊，伊伫世间的年日已经得要结束啊。换一句话讲，撒来对伫比佫较年长亚伯拉罕，其实想讲啊，阮白头偕老，到伫人生最后的阶段，伊心内已经做好准备啊啦。哪会知影讲，我著性命落尾安尼？上帝佫互因存着安那？好看甲欢喜甲即种的惊喜吼。人的生命中间因为绝望，来信靠上帝了，重新牵条毋忘即个事，绝处逢生。即款的激励，毋是出对人的本身会当得到，是咱知影上帝伊会当行迄个超越你我所了解的旨意。神学家莫特曼伊讲起着对终末的一个期待。莫特曼伊咧反对讲，任何互咱看伫现在的时阵，感觉袂喘气，迄个终末论吼，迄认为迄是毋对的。伊认为讲终末就是最后终末，是一切的落尾，一切的即个进入结束。这毋是基督教的思想，这是一种恐怖主义啊！你着看着讲世界末日咧倒数，这毋是基督教信仰的想法哦。基督教信仰咧期待，毋是对伫迄个最后的结束是遮尔啊绝望，是当最后的日子，咱知影的时阵，咱知影上帝掌权，而且咱知影，咱就爱面对现实，爱面对着现主时，咱会通改变咱的生命。这才是信仰要甲咱交代。咱的信仰毋是照着上帝国最后要来的时阵，正做咱的答案。讲反正上帝国最后拢要来，所以咱刚需要改变，毋免。这毋是信仰咧讲的，这是颠倒病。这是咧讲，因为上帝国最后要来，所以咱咧积极对咱会当生命会当有改变来归应上帝。当安尼的时阵，咱会当搁较积极来活伫即个现实的社会，咱来奋斗。莫特曼即个神学家，伊是一个德国人。伊出世的时阵，二次世界大战当咧战乱的时阵，伊亲目睭看到讲战争是遮尔啊残酷，伊看到生命是遮尔啊软弱，所以当安尼的时阵，带互伊生命颠倒是愈积极，愈积极知影我靠上帝来面对伊的人生。兄弟姊妹，咱若是有一位上帝，伊是超越时间的限制，搁清楚人的心会因为咱有上帝点伫咱的生命。当安尼，咱拍会讲无毋忘咧。最后，迄上帝竟有做袂成的事，对伫咱无啥物把握的代志，其实上帝已经替你我拢备办好。18章14节，伊讲。伫上帝竟有做袂成的事，到了日子，明年即个时阵，我搁倒转来你遮，撒拉要生一个囝。头拄仔引用希伯来书11章第1节，伊讲信心是啥物？信心就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不能看见的事能肯定，对迄个所毋望的代志你有把握，对看袂到的代志。你心内通肯定，足侪福音朋友对伫基督信仰是存着即个怀疑的态度。因会讲，你哪会看到讲伊还未去教会，你着大声替祈祷，还是你着大声咧协助伊生活中的开销？你哪会讲，也毋知影伊到底是啥物身份背景咧？你着独身一个人去到因兜去探访。啊，搁探访遮尔久的时间，迄足侪伫人情世事吼，咱讲基督徒做了足无合理的呢。但是
咱常常发觉就是照着安尼的彼此互动，互侪侪还未信主，甚至是对教会产生好奇的朋友，因会当进一步来思考讲，因人生得到救是因为甚物？咱等下要做伙用我知影治罪掌管明日这个诗歌来回应这个信息。这个诗歌是出对美国音乐报道家 Ira Forrest Stanfield。这个音乐家伊是出对无私的家庭，伊出世伫遐17岁，伊就参加侪国际报道的音乐事工。伊一世人写600多条的诗歌，总是真无闲。伊伫咧服侍中间，上时伊也造成讲，伊甲伊的太太无甲真好的关系，婚姻来分裂。伊伫50岁的时阵，带着伊独生的囝，坚持伫伊的信仰。总是伊的太太就甲伊离婚了后，伊也因为安尼真大的打击，伊就离开教会的生活。伊虽梦写这个诗歌，但是伊无去任何所在聚会，也无读圣经，无祈祷。当安尼的过程，伊咧追求其他救赎的管道。伊的婚姻，互伊对伫信仰来到伫人生上阶站经历那个低谷。一摆伊咧开车倒转去厝的时阵，上帝的话鼓励伊祈祷，伊一个祈祷带互伊的感动，就亲像咱等的诗歌所写的。伊将伊心内迄个离婚所带互伊家己的艰苦，伊会当搁暂时放下，然后将伊的心思意念放伫服侍教会内底。迄去到伫教会，其他的兄弟姊妹讲这是啥物人？哈 ，Stanfield 这是足写诗歌足好的人呢。啊，伊哪会来咱教会？啊，伊就开始讲出伊的生命经历到遮的。迄个看起来根本无可能搁倒转来教会的人，但徛伫每一个人的面前，甲因相甲聚会，甚至也因为上帝的疼，教会信仰的团体安尼接纳伊，伊也搁有一届婚姻的机会。也因为安尼，伊会当搁倒转来到伫上帝的疼的内底。这看起来哪亲像无可能？流浪失迷，足有温顺上帝的囝，但是伊是照着上帝的大气力，搁倒转来到伫即个信仰的大家庭。所以你我也捌有安尼伫教会受伤跋倒，甚至捌有咒抓讲我无可能搁来教会。你身躯边有安尼的兄弟姊妹无？期待咱会当继续为着因来祈祷。后主日21号，也就是一届的机会，咱要起造教会，上时求主帮助咱去邀请咱遮的过去捌有邀请过咱的兄弟姊妹，也会当来参与即个盛会，来领受起造教会的好消息。当教会153周年，咱咧庆祝的时阵，毋是干那欢喜要做伙认食，上时也是继续咱的心受点倒，调望咱心内底迄个传福音的行动，而且咱会当继续祈祷，因为咱所相信的，就是伫上帝内底将有做袂成的事。邀请大家，我们一同起立，我们用圣诗，我用这首圣诗，咱来宣告。虽然我毋知影明仔会怎样，但是主带路伫上帝万事拢为，咱恳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经历到的事，咱会当倚靠主，咱会当对主来得到快乐。我毋知明日会怎样，主带路。主
天父，阮献上衷心的感谢，因为阮知影人生拄着顺境逆境，毋是照着人所想象，嘛毋是照着阮家己双手所会当安排。主，阮知影排列伫阮头前的路站，只有倚靠上帝逐日来经过。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将主你所设立泸州教会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啊，真的不是借着人双手所做的工来建造主你的教会，完全是借着主你的大能，再一次兴起福音在我们当中。主，当我们要庆祝教会153周年，就在下个主日，我们要一起来庆祝的时候，主，我们预备了在联合的主日聚会之后，我们有重要培灵会，透过庄信德牧师他的信息来激励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再一次如火挑旺起来。恳求上帝你的灵亲身甲阮同在，互你主所听的囝儿伫泸州教会会当勇敢传福音，也会当知影，阮无论去到叨落，阮所经历着顺境逆境是上帝你的应许，因为阮相信伫上帝凡事拢会。主，阮献上阮的感谢，恳求上帝你互阮的信心，会当逐日宣告主阮伫信仰内底得生、定头生、得救的活命。献上阮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在这请坐，感谢牧师。煞只咱来备办心奉献，请即献的同工，即献。请起立，吟奉献的诗。请坐。或者咱做伙来念咱的经句。今仔经句是创世纪18章第14节。咱做伙来读台语一遍就好，请。耶和华有做未来的事吗？到期
未过来恁遮，撒拉要生一个囝。创世纪18章14节。小姐介绍新朋友，请问今仔日有新来的无？无吼，好，来，咱来做报告。请有吗？啊，无写着。下个礼拜再介绍。好，咱嘛是鼓掌欢迎吼。好，请你后礼拜继续再来。好，咱来拍开周报。本会消息，今仔日台语堂礼拜煞中日同工请老婆连唱咱6月28要主日献诗。第二拜三礼拜暗的查经祈祷会，请兄弟踊跃参加吼。本周的进度是创世纪21章。第三6月21，就是后礼拜吼，咱是联合礼拜9点开始哦。吼，为本会设教153周年的纪念主日吼，咱有邀请国际播种协会吼，台湾分会执行长吼。曾信德牧师来正道吼，咱是9点到10点45主日礼拜吼，11点煞就是迄落到12点15吼，说教的餐会爱餐，当心庆祝咱的教会生日，请兄弟家己爱备办家己的环保的餐具吼，12点30到2点吼，是咱说教主日的培灵会吼。题目是进入约书亚的时空的旅程吼，请兄弟备办心吼，踊跃出席。第四，庆祝本会说教153周年吼，咱的旅美归国的陈玉香吼师母，甲林佳英姐妹吼，还有邱俊如弟兄。因三个要协同咱的音乐总监吼，洪伟文老师吼，6月28下晡1点半吼，到3点伫工学社吼，在这里哦，在这里吼，一版呢管弦之间吼，感恩音乐会吼，邀请咱兄弟姊妹吼，做伙来听吼，免费的啦吼。要参加的兄弟吼，请伫1楼海报登记吼，会当计算咱的人数。第5会计报告吼，5月份先收入533912块吼，支出691329块，伊个是minus的吼，负的吼157,417块吼，因为咱有为牧师馆吼换冷气3台吼。好，第6礼拜煞有新人沙发区吼，请同工会当协助新人吼入座其他兄弟请会当礼让吼。好，搁来团契消息，东新团契吼，今仔礼拜煞伫教会1楼要举行例会吼，主理是邱建武执事吼，伫遐吼。主题心灵健康甲健身吼，伫圣灵的殿中操练性命吼。好，第2青少年团契6月27拜6下暗7点吼，要举行迎新会吼，迎新会欢迎国小毕业学生甲家长吼，也是高中的青少年吼，的家长拢会使欢迎吼，做伙来参加。第3，主日册包吼，图案设计吼，伊要设计伊的图案吼。比赛吼，投票要开始啊吼，请伫 FB 吼，咱罗州长老教会儿童主日号内底投票吼。前3名的学生吼，要赠送春大地的图书礼券吼。投票期间吼，就今仔起吼，到6月22早止哦，请踊跃吼。第4吼，暑期儿童营吼，我是媒体小达人吼，请
7月18到19日吼，拜六甲礼拜哦吼，上午9点到下晡4点吼，有加是40名的名额吼，升小学吼，1年的，也是1直到6年的学童吼，保证金是300块吼。你若无迟到、无早退吼，全程拢有参加吼。伊活动结束了后，拢会全额退钱吼。报名就今仔日开始吼，到7月5号早止哦吼。到giờ就无阁收啊吼，所以爱赶紧吼报名，请咱的苏茵茵校长吼，也是主日学的老师来报名吼。补充一点吼，大家伫个礼拜三吼，电乐结束了后吼，先安静心吼，电乐结束了后才起身吼离开，吼，这是一个完整的典礼礼拜，吼，所以咱着爱讲电乐结束了后，才阁起身出去吼。好，再来集体相通吼，请大家伫家己的灵修的时提名带倒吼。好，所以叫咱来上映184首，上帝疼痛哪会遐大，请起立迎接神。对今时、对未来，直到阮见主迄日，但愿天顶三位一体的上帝，就是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圣神上帝，
甲阮众兄弟姊妹，三甲伫地遥悬，希望上帝听叹，圣囝耶稣基督牺牲救赎的恩典，圣神上帝催逼阮去做阮成做上帝永远活命的圣殿伫阮的心内，对即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直到闭会。